来乡亲啊，把这个轻松的心情想回来，继续要来看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相战超过半个月了。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市周边的战况是愈来愈激烈，也毋过讲这个俄罗斯攻打着乌克兰是绕溃步进展。讲这个俄罗斯有一支坦克车的战队经过基辅的东北部，和乌克兰来甲轰炸。 早甲是东倒西歪，翻头飞咧浪，相当的狼狈。也毋过美国的情报单位嘛来指出，讲这个俄罗斯搁往基辅的方向杀进着5公里。只是刷落来，俄罗斯的军队恐惊就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因为超强的冷空气会伫未来72小时来侵袭着乌克兰。这个东北部的气温会降到零下20度。 到时阵，这个俄罗斯的装甲车恐惊会变冰箱，这士兵哦，恐惊当时都会。俄罗斯的战车伫车路向互炮火攻击，原本就有秩序的队形，伫短时间内变甲真乱。看到乌克兰的军队炮火真强，战车队敢会使对后壁离开。乌克兰军方伫推特打出一系列画面，讲伫基辅的东北方成功拍到这支俄罗斯的军队。对另外一个画面，会使看到俄罗斯军队的战车开始导火，直直咧庆宴。 无望拍到的铁甲车嘛变做乌克兰军队的战利品，直接驶走。乌克兰军队讲，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是要去基辅的过程当中，互因拍到。Результати засідки це мінус 2 танка, мінус БТР і мінус особового складу приблизно 30 чоловік,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і командир полка. 乌克兰军队讲，俄罗斯一位指挥官嘛互因断死。По попереднім даним, в голові колоні був командир 6-го танкового полка, який був знищений. 这摆的成功嘛，互美国议员看到乌克兰人的战斗意志。 But what we're seeing in Ukraine is there's a tremendous will among the Ukrainian people to fight, and for that reason, they are holding off the Russians and doing so beyond our expectation. I think also we've been surprised by how incompetent much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seems to be. 不过，美国情报单位指出，俄罗斯军队伫过去24点钟内已经往基辅各入去5公里。上新的卫星相片嘛显示，俄罗斯的车队正咧重新调整，而且佫分做几啊条路咧包围基辅西北边的安托诺夫空军基地。虽然对乌克兰来讲，战况犹原无遮尔乐观，俄罗斯的军队煞有可能会拄着寒流，到时阵零下20度的气温，恐惊会变做俄罗斯军队的噩梦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